那我现在唱一个爸爸的好人，叫做父亲的话。然后这首歌其实是我爸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对，那我爸爸在哪里？我的父亲。对，那个穿着皮裤那是我父亲。然后因为妈妈节要快到了，我现在祝他父亲节快乐，也在祝福在场的父亲节快乐，你们辛苦了。来带来这首来自出彩乐团署名父亲的话。Akan kawalaku sisa hidupnya Yesus. Oh ayah, oh ayah, ayah, oh ayah. Allah tunggu bayi rumah doa saya datang. Oh ay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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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